電單車一直以嚟俾人嘅感覺都係代步方便、使費又平、慳通勤時間，仲可以揸部車做外賣揾食、揾下外快。喺疫情期間，日日都匿埋喺屋企睇片，冇晒社交，俾演算法彈出嚟嘅香港電單車 YouTuber 到人哋揸電單車踢人入坑。喂，呢啲咁鳩嘅稿俾我寫㗎？大家改一改啲字啊，應該叫做電單車導師明星化，喺社交媒體大肆宣揚電單車所追求同嚮往的咁改就啱啦。人生就好似電單車一樣，你有冇試過好好咁掌控你嘅人生同自由？大家好，我係余波，睇緊片嘅你哋又知唔知5年前後香港玩電單車環境嘅變化係點樣呢？考車時間、學車模式、二手電單車市場車位嘅變化變成點呢？今日想考電單車嘅你有啲乜嘢要考慮啊？2025年終於有時間開翻電單車主題同大家傾下偈啦！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 咁你就可以接收到有用嘅相關資訊啦！事不宜遲，立即開始今日嘅主題。阿波，我要學電單車。咁你記得聽我講咯喎。好啊。考車時間，恭喜晒所有想學車嘅朋友！以現在運輸署數字統計，筆試平均3個月就會排到，強制試等候時間3個月，學車路試時間視乎地區路線3至4個月。如果你全部考試都一 tick pass 嘅話，基本上1年你就會攞到牌啦。就算唔合格肥咗，完全唔緊要，因為依家排快期唔使再望住個電腦或者準時喺幾多點嘅時候打電話鬥快抽快期。申請補考之後，運輸署會直接喺電腦度派期俾你，成件事公平好多，唔使好似以前咁俾幾千蚊人哋攞快期啦。YOLO 實在太好啦！等我學車先，學車模式。記住，學電單車分為3個步驟。筆試人人都要考㗎啦，一生人只需要考一次。如果你本身考咗筆試，你可以跳過呢個部分。第2個強制試，要喺政府指定駕駛學院場地度考試，考完之後你攞到學牌，你就可以準備第3部分路試。喺以前我學車嘅時候咧，冇咁多選擇㗎，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喺駕駛學院一條龍服務，考齊晒3個或者2個考試。依家學車比起以前有更加多玩法，例如你可以獨立報筆試，獨立喺駕駛學院報強制試，攞到學牌自己喺運輸署報路試，再揾街校師傅練車、租車做埋考試都仲得。仲有啲好另類嘅例子，你喺駕駛學院報強制試，揾街校師傅上強制試課程。喂，咪住先，你唔好當我傻噶喎！強制試要喺指定駕駛學院度考試噶喎，我都未有學牌，點樣喺街校師傅度練強制試呢？我唔知啊，我唔想知啊！呢啲課程有人搞，未有人報咯，有冇人逼佢去報名嘅？咁我返大陸考電單車得唔得呢？嗱，呢個問題好複雜，將來我有機會拍片再講。乖乖地喺香港考啦。二手電單車價錢喺私家車嘅世界有一句説話去形容啲二手車根本唔值錢嘅，正所謂新車落地8折。7年驗車5折。喺5、6年前，電單車未有咁多人玩之前咧，電單車喺二手市場價值係非常保值嘅。舉個例子俾大家聽。喺5、6年前，一部全新嘅 Kawasaki Ninja 400新車落地價係61000蚊。有一個車主有棍嘅，零手車行咗1年，總里數幾萬公里，1、2件改裝搭到淘寶包圍，有零速跌車同埋正常使用花痕，二手價都仲值55000至58000蚊一部。喂，余波，呢部車有改裝，仲跟原裝包圍，啲料加埋仲抵玩過新車喎。師兄啊，唔好咁黐線啦！你將二手車嘅改裝件用全新價錢計入車價度，舉多個例子俾大家聽。外賣車手專用代步洋王 Yamaha Force 155，依家又叫做 Force 1.0。當年新車價錢33000蚊，行咗幾萬公里，全原裝，乜嘢都冇換過，都仲值29800蚊。喂，余波，部車全原裝冇炒過喎，買唔買得過啊？傻的嗎？2萬公里，消耗品全部到期，換胎、皮帶、豬仔、V 膠、迫力皮、火嘴，全部冚唪唥都到期。全車做完保養，埋單價錢多過3000蚊，點解你唔去買新車啫？曾經喺某啲討論區都有講過電單車二手價堅離地嘅問題。冇錯，喺資本主義嘅世界，市場決定一切。正所謂有供就有求。喺2019年至到2022年嘅時候，學車人數爆炸性增長，令電單車供不應求，二手車嘅價格居高不下。你以為落訂買到新車就贏啦咩？錯啦！仲記唔記得以下嘅畫面啊？喂，師兄唔好意思啊，疫情問題咧，因為啲電路板同啲電子元件交唔到貨，你批車要遲多3個月先到喎。喂，運輸署驗車唔係好夠人手啊，最近啲電單車要一步一步咁樣驗啊，你部車要遲多幾日先交車啊。然後買新車嘅你就會遇過呢個問題啦。
喂，代理啊，我想問我部新車幾時到？有消息我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拜拜。嘟嘟嘟嘟嘟。平均等一部車要等3至6個月以上。嗱，我冇呃你㗎，唔信你睇下下面留言區訂過新車嘅師兄，經歷過嘅話留言俾我聽啦。但係喺2025年嘅今日，想學車嘅你執到寶啦！打開28卡，大量二手電單車精選放盤，新車落地1年9折，2年7折，3年以上更平，仲有全改盤、原裝低咪盤、女車主盤、小妹盤同埋勤保養盤，任由你選擇。依家二手電單車跌價跌到非常誇張，史無前例。史無前例地咁慘 ，Force 2.0新車價格39,800蚊，2年車已經得返2萬宗，足足打咗7折。Honda CBR 250 Mark 新車價錢79,800蚊，多得某啲嘅 YouTuber 成日都鬧佢係垃圾。依家嘅二手市場價值1-2年已經跌到得返5萬宗去到6萬頭，打個7折。嗱，講明先嗰個 YouTuber 唔係我啊嚇，大家自己諗下係邊個啦，總之唔係我啦，真係唔係我。Yamaha R3仲抵玩，新車價錢59,800蚊，2年車已經跌到得返4萬宗喎。加上因為佢好耐冇改款，你買部年份舊少少、低米數、齊改裝，價錢係車價嘅一半。除咗新牌新手會揀嘅入門跑車款之外，大車嘅市場一律都係咁慘嘅。Honda CBR 600 Mark 隔咗咁耐，終於改款，新車價14萬零幾千蚊，隔咗1-2年車，依家跌到得返10萬至12萬。最有趣嘅係嗰陣時 Honda 放晒風話呢部車出埋呢代就會停產，個個咧都走去買呢部車，然後等升值。最後咧，大家唔好咁唔開心啦嚇，如波泡泡。其實新車嘅情況都係一樣，如果你行入去某啲代理入面咧，佢哋仲會有某啲年份嘅貨尾車賣緊，又送牌費、送後、送避震、送 option。喺2020年開始，有好多人學咗電單車之後，玩咗幾年之後就退坑啦。有一啲車盤係當時有一班人為咗體驗電單車而買嘅，有一啲車盤係新牌熱血玩車抌咗好多錢出嚟嘅大量改裝高質盤。依家二手電單車市場有非常多嘅選擇，價錢合理，依家先叫做回復正常水平。掂啊！我而家即刻去買車。OK，諗得掂就得啦。咁你部車諗住擺邊啊？本人並沒有試圖或意圖教唆別人違例泊車，純粹根據事實去分析現時香港電單車泊車狀況。咦，我屋企樓下有電單車泊車位喎，等我 book 停車場先。唔好意思，我哋冇晒電單車月租位啊，交表先啦。哦。大部分停車場電單車月租位有幾個玩法㗎。第一種排隊。哦，你今日嚟交表啊？你依家係第148張貨嗎？咁我大約要排幾耐呢？呢個場嘅做法係咁嘅，有人唔再續車位嘅話咧，就會將個車位俾下一個人租，去到第148個咧就到你㗎啦。當初陳小姐學牌揸住一部 CBR 150嘅時候，入紙交表申請停車場，管理處聲稱佢要等150個位，去到佢 P 牌正式牌賣埋車啦，管理處都話未輪到佢。咁大家估下究竟要排幾耐啊？第二種，每年幸運大抽獎。我想問今日交表幾時先有車位啊？呢度每年咧都會重新分配一次電單車停車位㗎。你依家交表，12月就會抽籤，抽中嘅話1月你就會有車位㗎啦。咁如果抽唔中咁點啊？等下年啦。大概呢個場有幾多人抽啊？呢個場有50個位，大概有200人同你一齊抽啊！屌冇車位，我咪擺骨位咯。喂，師兄醒下！你屋苑有幾百個師兄冇電單車月租位，佢又擺骨位，你又擺骨位，邊有咁多位俾你擺啊？骨位短缺10幾年前已經講緊啦。如果香港做到1部電單車1個骨位嘅話，使鬼有咁多人排月租車位咩？係都仲未同你講骨位死車問題。我有錢，將所有電單車租位拎過嚟。你有幾錢啊？400蚊。哎呀，醒下啦！當初未有咁多人揸電單車嘅時候，電單車月租位平均4嚿水左右，8嚿水嘅停車場已經要俾人擺上網公審話佢係劏場啦。我 studio 下面青衣爛地停車場，我睇住佢400加到600，600加到800蚊，私人室內場一個電單車位過千蚊起跳。你以為你有錢大撚晒咩？大把人爭住俾錢啊，租月租車位啊，未計有啲私人屋苑要住客先可以租添。我租私家車位擺電單車
傻仔，地契問題啊，話擺係擺咩？咁我揾鬼鼠位擺，唔阻人得啦啩？有勇氣，我欣賞你。違例泊車冇捉得咁緊嘅時候咧，大家會喺大大小小嘅後巷、行人隧道、橋底，甚至擺出骨位外面一格，希望大家隻眼開隻眼閉。大家睇翻我以前嘅片，我揸咗咁多年電單車，我都冇擁有過一個電單車熱租位，我都係將部車擺喺橋底下面嘅啫。直到近幾年，政府開始嚴正執法，打擊違例泊車，所有地方一律唔放過。咁我咪得車牌咯。依家掃 QR code 行車證抄牌咯。咁我笠埋行車證咪得咯。最近大家有睇新聞嘅話，會見到有執法人員咧捐車底抄牌嘅。唔識嘅人仲留言笑佢哋邊有人將車牌裝喺車底度，實情係因為有一班人唔想俾人抄牌而甩行車證同甩埋車牌。執法人員捐車底抄牌，目標係要揾你部車嘅 engine number 同埋車身 number， 即時將資料交上台，將車輛資料起底，到時再抄多你一張沒有正確展示行車證 ，total 應該係640蚊。咁我擺喺骨位，笠埋行車證，笠埋車牌，咁得啦啩？咁你啊仲撚大鑊，你呢啲叫死車啊！依家有好多電單車師兄日日都望住嗰排骨位，睇下有邊部有死車，之後舉報佢。嗱，唔知大家知唔知啊？其實法例規定咧，電單車泊位即係骨位咧，不能泊多於24小時㗎。執法人員咧仲會喺你部車前面度畫鬼腳、畫記號，睇下你24小時內會唔會喐走部車。冇喐車、冇車牌、冇行車證，政府嘅人仲會當你部電單車係死車。早排我先有個 friend 炒咗車，個人喐唔到，將部車擺喺骨位度，最後尾俾政府當死車咁夾走咗佢部 T-Max， 價值9萬蚊。咁你又講得啱嘅，犯法嘅嘢就真係唔係好應該做嘅。估到你啦，你唔係諗住俾人怕抄牌，將你部電單車擺入去屋苑範圍度搏人哋唔鎖你車咩？你轉頭翻嚟屋苑樓下睇下，有幾多人夠膽喺屋苑範圍將部電單車喺暗位擺過夜？如果你見到有人冇事呢，就係你屋苑好彩。依家不知有幾多屋苑嘅暗位黃咗，個個都俾人鎖車啊！一句講晒，冇車位亂咁擺街，你最好整定一個抄牌基金，每個月抌2000銀落去外嚟交罰款啊！2025年嘅依家，你有定心理準備，一個月俾人抄4至5張都仲得。唔信啊？睇下觀眾區嘅留言，觀眾自己講，可能大家會見到陳明留言，佢部電單車一個月依家俾人抄緊。買車之前諗定好泊車先好買啊！想學車或者學緊電單車嘅你，香港電單車用品店鐵騎部品有唔同性價比高、多款電單車套裝俾大家選擇，頭盔、手套、耳機、學車裝備，相信我，入面嘅店員全部都有多年揸電單車嘅經驗，確保你嘅裝備一定唔會買錯同埋用錯。鐵騎部品一直支持住呢度嘅製作，等到可以大聲放任咁樣令我製作呢一啲嘅電單車影片。揸緊電單車嘅你，有興趣記得來鐵騎部品度睇下裝備，支持一下啦。5年前後，連買電單車用品嘅選擇都比以前多咗好多啦。所謂嘅變，都總有佢好同唔好嘅地方。想入坑玩電單車嘅你，記得對上面所有嘅嘢都要有心理準備啊！咁我仲有啲咩要準備呢？例如啱啱講嘅電單車裝備選擇唔同咗，電單車零件同維修比以前貴咗，玩車氣氛唔同咗，大家對電單車可以改裝嘅接受程度唔同咗，唔同道路使用者對電單車嘅包容情況都唔同。撞到你，我一個人講唔晒㗎，唔信問下呢位師兄啊！師兄啊，留言俾呢位新觀眾知，究竟現時香港玩電單車嘅狀況仲有啲咩唔同咗啊？想開始玩電單車嘅你，記得諗清楚啊！不如下一集講下返大陸學電單車嘅話題啊！想睇呢個主題嘅話，大家盡情俾 like， 等我做好資料搜集之後，一次過就分享俾大家聽啦。最後記得訂閱我 channel，like 個 Facebook page 同 follow Instagram，多謝大家支持，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